中国海警船讲，咱伫咧禁止掠鱼的期间，违规使用拖网啊，拄甲偏黑的渔船，大致满88号人甲船拢押回去福建。即阵船头家甲咱的渔业署拢背回讲，渔网啊有符合台湾的法规。若渔民是批评中国甲偏黑的渔船扣去，说旧在因家己的渔船爬过界来台湾。 规项全部大陆的拖网啊！渔民看到中国渔船伫咱国海域掠鱼，当年5月到8月中旬是中国的休渔期。偏有渔民说不时看到中国渔船过界掠鱼，甚至佫会使无准名、无准号的渔船来闪对查。保持无拄遐的借户，伊支付拢会业绩较侪啊。伊暗时啊无看到，暗时啊你 AIS 无开吧，你无法通辨别啊。 含阮都无法通辨别，阮船好除非船有雷达到法通辨别。海巡上过界的无牌渔船要求对方甲鱼仔放入海，中国无牌渔船继续伫咱国海域黑白掠鱼。海警船7月初2说讲休渔期间，咱国渔船伫禁区违规使用拖网，涉嫌非法掠鱼，扣押大金满88号。 互渔民质疑2种标准，船头家甲渔业署嘛澄清讲，渔船拖网符合台湾的法规。它这条船的渔业执照登载的经营渔业种类是拖网。依据我们现行对拖网的管理规定来讲的话，拖网只要在我们的禁渔区以外作业都是合法的。 海巡署统计，2003年到今，咱国拢总有3案14只渔船，互中国定检扣押，11只入罚款了后有放回来，另外6只经过协商交海巡带回来，也大金满88号互扣押。船长甲4个船员今嘛扣伫咧泉州海警局，农业部表示已经透过陆委会积极救人，嘛提醒渔民注意海上的作业安全。记者平湖报道。